来讲，这是彰化县的统计。去年这个彰化的诈骗案1300外件，其中180外个被骗的民众是60岁以上的老乡亲。加上都要过年咯，这个各行各业手头的现金拢较多，所以彰化县警察局特别来拍一个影片，模仿着中医的广告变笑来演出，就是要提醒大家唔通搁去互骗去咯。 彰化县警察局关心你被骗走钱财的心痛。这句广告台词真熟悉，只是字句拢互改编，演的人嘛拢无共，演员就是警察来演医生，搁有演18当人，大家好手的是来演歹徒。你囝伫我的手头，已经我拍到受伤流血啊！紧摕100万出来处理。这摆请警察嘛来演一摆。紧摕100万出来处理哦！啊，若无吼，我就会断骹断手。 员警看到手机内底的资料来念台词，笑讲也是办案较简单。是真的是没办法，记不起来。员警拍广告是为着要防止诈骗。这个广告主要有3个部分：假绑票、假亲戚朋友和假检警诈骗。严重的部分最难去劝服的，就不相信警察，变成说很难去跟他说服说。 他真的有被骗或什么？彰化警方统计，去年彰化诈骗案有1300外件，其中100外位哄骗的是60岁以上的民众，是以假亲戚朋友要借钱的手法上济有83件，第2名是假检警诈骗有40件。花费可能都是靠着退休金那一旦被骗那追回来也是不容易。 警方发现传统的宣导无啥物去引导，颠倒是广告，互时大人较有兴趣，和过去的方式无同，希望会使互时大人接到诈骗电话，会使详细来纠正，避免去互骗。